唔知咱敢捌去过兰屿？兰屿四面拢是海，以特殊淡薄族的文化甲自然的景观出名。除了是文化部遴选的台湾世界遗产的潜力点之一，较早更加是世界有名的兰花之岛。 当年有将近16万人去佚佗，大量的观光人潮带来钱潮，却嘛冲淡兰屿的历史印记。像部分这个淡薄族地下厝被拆除，改建为民宿，也是餐厅，文化正面临着长期的危机。兰屿青年西南哈娜因为唔甘家乡记忆消失，以汉阳废弃物去布置砖摊，重新整修家族的地下厝，成为岛上举办青年聚会场所。另外一位兰屿青年赵瑞庆。 4月拜访基诺，去找找景源，立志要将兰屿强要已经无人种的传统的乌小米重新甲种回来。这个青年怀抱着热情的正义，为家乡做一件代志的过程中，面临新款的挑战。离岛创新系列的报道，带咱来去看卖。地下屋是一个兰屿很重要的文化，我想要透过身体去感受这个空间。我们那个部落已经。 看不到地下屋了，我很像回到家的感觉。我15年前回到兰屿，那我想做一件事，就是想把我们兰屿黑小米种回来。我的根已经好，已经种在这里，这边才是我想要留住的地方。 面报道早起，兰屿北边的龙岛部落海风正头。我讲，那的话是的，龙岛有个红称作兰屿上有礼貌的部落，居民拢会互相小借问，当地青年是拿哈娜，拿含厝边拍招呼，拿带阮向海花展记。 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海玻璃，就是破掉的玻璃瓶那些，刚好有圆圆的，然后你就后面就贴一个磁铁，然后前面就写一个数字，就可以变成冰箱贴。然后这个很有趣，我觉得刚刚才捡到的时候，我也是很像冒烟的东西，然后它很像船，对，然后也可以把它画起来。文色伫淡薄族传统观念，等于是逝去文化。 若是捡到东西，会互长辈看作是歹吉兆。这几年，兰屿掀起着环境危机，严格这废弃物，适合新南哈娜当作是珍宝。阮对伊的脚步来到一个传统的地下厝。进来有小心头。然后还有我要把那个刚刚捡的那个玻璃，然后写日期这样。 前几天我看到它，6月不见了，所以我刚刚去海边捡这个素材，不用特别去买，就只粘一个磁铁就好。这是一个月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冰箱贴，就不用再去买了。废弃脆玻璃经过改造，变作有路精彩生活用品。5岁10色的海洋废弃物，为传统的地下厝增添独一无二的美丽。刚刚捡很多一些瓶盖，然后就是海边很多保特瓶。 因为海边全部都是我的素材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来用瓶盖来做一个象棋。其实这个灯罩是浮球做的，对，浮球就捡，然后你看它很像奶油灯，这个也是在海边捡到，全部的素材全部是在海边捡到的。听说达悟族语里头没有“垃圾”这个词，对，没有垃圾，因为我们以前包东西是用叶子，但你丢到垃圾场，它是不是会腐烂？所以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说，这是老人家的那个词，就是。 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？新南哈娜甲真侪兰屿的少年人同款，高中毕业了后，到离乡背井，前往台湾求学找头路。2022年，伊起心动念，决心为故乡做一件代志。其实去参观一些地下屋，你们应该有些人是没有看过。我进去地下屋是看不到
石头的，可是我觉得是没有人特别关心说这些石头哪里来。以前的盖房子都是从海边一颗一颗这样搬，以前是没有摩托车的状态。我想让大家知道哦，这样盖房子是要盖多久？以前没有铁这个东西，你还要去买，所以他们是用木钉。其实拼板之后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铁钉去用。那时候修整理的时候没有想说就是整个修平，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这边建造的那个过程。伫台湾族的传统文化，起厝是查甫人的工课，女性想要出头，都爱面对重的阻碍。女生如果去介入男生的工作的话，就像在整理这个空间，他们会觉得说我去做这个。就是有点像在诅咒家里的男生都不在。我有先生，也有哥哥，也有弟弟，还有舅舅。他们会觉得，那你们这些人是在干嘛？可能稍微去跟老人家沟通一下，他讲说，你是女生，你要问这干嘛？因为这个灯管真的太刺眼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不可能还要特别去台东找那个建材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就是经费不够。所以我想说压条来试试看。所以那时候这边全部都是水泥，我就用把它抛光。就是桌子也不用买啊，就是也是可能家里的板模稍微整理一下下。我妈其实是比较，她很传统，跟我舅舅一样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她整理完，然后她就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她就说不好看哎。你做东西做挂在这边就好看哎。对呀，好看。你看没有东西。它指的不好看，是因为你中间这边是要放一些可能猪的獠牙、羊角啊，他们会觉得那是象征财富，但是我放的是垃圾。你进来里面有没有不一样？那里有没有？那有没有？不好看的还没有。那你坐外面。哦，你的要求很高呢。但其实我朋友去问他说，你怎么愿意让你的孩子去做这个？他就觉得，这边是老人家自己种的木头，然后那么辛苦把石头从海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这样，然后让它烂掉，没有做使用。那我们老人家不在了，是要去用。一个女生就愿意，那就让她用。她讲的那句话就是说，好像得到支持。每个人只要得到支持，你就会觉得，那我要做好。用半年时间，地下厝总算起好。阿南变做活化再利用，以有特别的想法。文化里面有自己的命名文化。你来过吗？这里没有。好，等下稍微跟你介绍一下。一条甲人无同的文化旅行，点点啊，伫暗暝启程。我们兰屿的取名的方式很特别，是不会取得太好听。其实我是想到我姐姐，因为她就是出社会的时候，出去7年，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我姐姐就带了一个小孩回家，然后我妈妈就帮她取名，叫做“人家那个”，忘记的意思。你忘记回家，你忘记你的家在哪里。要为族人加轰动好。传统的台湾建筑经过改造，成做青年聚会场所。小小的地下厝，无管公道那么形成，而且互相深度对谈，希望收集台湾文化，产生无共的回忆。我觉得进入到这个空间，地下屋，然后我们会去身去看这些绘本，可是同时也可以用身体知道我们以前的人是怎样居住在这个地方。在我这个年纪，我可能以前住过传统屋，但是我们那个部落已经看不到地下屋了，传统屋了，所以我可以再回到这个空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回到家的感觉。因为导览的话，可能它是一个游客一次性的话，我相信可能不会再来第2次。我想说，那不同的一些，就是这次有展览啊，下次有分享，然后这次又有手作，然后又有其他的不一样的主题，你就会觉得，它这样很像是在呼吸。2002年，兰屿地下厝正式登录做国家文化资产，如今保留了个较完整的甘那村雅kiến和东德部落。其中雅kiến部落地下厝的数量，1984年有152户，到2001年剩39户。最近10年，兰屿观光人口快速增加，
那为传统族落带来冲击。2014年，总共12万8千人次游客前往兰屿，2022年增加到15万9千人。都玫瑰现代化甲商业化冲击，台湾文化那亲像快速变调。前面的话是地瓜芋头田，然后现在就慢慢没有人在种植，大家忙的不是种田，大家忙着赚钱。有钱进来，什么都变了。以前是在种田，然后现在在忙着赚钱盖民宿，它只剩下钱的味道，没有文化了。这个是2006年，我17年前在这边画的，因为原本这边舅舅家这边有一个凉亭，我就躺在这边，我就一直看那边，因为这一区比较有那个传统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希望这里不要变，我就画下来。到现在没有变。17年后，你再看到这张图，再看到这个景象，你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？很感动啊，就是你已经许愿成功了。但是我是许愿，应该要许愿大一点，就是不要改变全部，我要全部画起来。其实我们在讲地方创生的时候，我们非常强调要有文化历史的根嘛。地方创生真的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观光。地下屋其实它就是一个其他的地方很少有的，那他们就应该想办法用这个内容来扩大以后，让它可以来吸引来这边体验的人。我是谢教瑞，我15年前回到兰屿，我想做一件事，就是想把我们兰屿黑小米种回来。来自亚根部落的赵旅客，嘛想要为故乡做一件代志。一天一排工具来到田花边，表情叮当，一直拖大气。我现在在找那个黑小米的那个幼芽，那目前的状态是不是很理想？当年12月到过年1月是兰屿的传统作物黑小米野种的季节，是讲这摆招旅客所拖到4月才野种，捕蝇状况不足一提。齐老讲的，其实这个月份是已经不能再播种了，所以这一季它就泡汤。对，不过这也是印证了这老者的智慧。眼前这丛像是杂草的植物，就是兰屿的黑小米。过去呢，它对兰屿的达悟族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无论是日常生活或者是文化记忆，它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但它曾经一度在兰屿无人种植，几乎濒临消失，直到这几年才有兰屿青年投入抢救。它统称叫嘎拉义具，反正在所有的庆典里面都会看到它。族人到我们家里来做客的时候，我们是以黑小米作为最高规格的伴手礼。早到伫2010年，招旅客登来到兰屿，发起黑小米复耕计划，目的就是咧抢救珍贵作物，希望为特别消失的文化重新种下希望。它真的很珍贵，就这一包了，每一包都是这样，像这样。就剩一点点，我就做2道保险啊，就是我没有把它全部，这一次没有把它全部把它撒出去，是因为我怕，如果不成功，我们后面还是可以再做。对，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，最后的希望。对，我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不懂嘛，然后我也没什么资源啊，所以我就反正就像老牛一样，那慢慢弄，慢慢弄。可是当弄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。族人啊，最早以前他是用撒播的，但撒播的部分是比较不好整理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现在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农业机械这一块把它引进来，我们也希望说其他年轻人像我这样，可以大家一起来做这一块。最主要想法就是我希望我们农业可以自主化。带你们来看黑色黑小米哈。那我们黑小米呢，它是我们特有种，不像台湾这么长大一长串的一个穗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。那因为我们在收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个都像大拇指一样嘛。为了保育这款黑小米，伊4月拜访中辈，上去这道过程充分打击，算嘛有幸运小随。我有一天就是去找姨丈，我就很好奇，说你那个墙上挂的是什么呢？他就说是我们兰屿的黑小米这样。
后来我还蛮讶异的，说我们兰屿有黑小米。Karena ye matan kau. No. Empat tahun dah duduk toy lah baru ngapu. No. 当初我问过我们老人家说，这个是跟菲律宾交换来的，对，所以我们才会有黑小米。这一盘呢是我去年收的那个黑小米，那它这目前已经脱壳了，那它就长这样，它的颗粒呢是非常的细，对，跟我们那个红梨一样这么的细腻，对。是你的心血结晶。对，这个是我的心血结晶啊，所以其实我才知道做农真的很辛苦。这是兰叔的代表作品，如今变作特色的四小画。兰叔欧小米的中心，当一点一滴写下全新契机。利用这个兰屿旅游的特性，把这个商品带回去。我们也希望用食物带到台湾之后，用食物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兰屿是在哪里，它做什么，让兰屿更凸显出它的特别。青莲推游还乡，抱着亲爱家乡、高度的情谊，为兰叔的地方创新带来特殊的生机。因用行起行，同心协力。给家乡一个视野宽阔的新南海。